呀，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，不是应该上晚自习的吗？我今天不知道画什么，就把小雨以前的作品拿出来看看，找找灵感。对不起啊，你知道，爸爸从来不随便进你们房间。没关系，您看完我先拿回去。小雨以前所有的画作我都看过，为什么这4幅我从来没见过？不知道啊，前几年收拾姐姐的东西的时候找出来的。您那么忙，也不见得她的每幅画您都看过吧？走啊！喂，喂，林千羽，怎么了？你方不方便来我家一趟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我爸不是发现那4幅漫画了吗？我怎么想都觉得放家里不踏实，他肯定还会再来翻。要不你把他带回去？哦，行，咱们2家离那么近，你等我啊，马上。我等你。喂？喂，你在家吗？啊？我明天不是要去省城参加复试了吗？走之前突然想见你一面。不是说好了等你复试回来再见面讨论吗？其实我已经在你家楼下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打招呼就突然跑过来。你要是不方便的话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算了，来都来了，你在那站会儿吧。嗯，好，等你。哎呀，涨了涨了！你快看看，我能骗你吗？哎呦，以后你都得听我的啊！你干嘛去啊？给向阳送套卷子。我以后就带你发家致富了。能让我进去吗？好，哎，谢谢。喂，马总，签了是吧？好好，哎。这么快就转移了？总觉得那4幅画哪里怪怪的，画上的内容好像在哪儿听说过。
真是服了你俩了，等我也不用堵我家门口等吧？是他非要站那么近的，你下回站楼上得了呗，那么没分寸感。抱歉啊，那我下次站远些。下次，那么多下次呢？哎，你不是应该在准备复试吗？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该准备的早准备好了，但这次总感觉有些不安心。我们去旁边吧，我说2句话就走。哎，就在这儿呗，2句话，我给你数着。其实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纯粹是我自己心里作祟。上次出事是你陪我去的，我考得还不错。这次我要自己去外地考复试，你又不能陪在我身边，总感觉不太安心，所以就想着走之前见你一面。你就当我怀着求神拜佛的心态来的吧。保佑你，考试成功，早日飞上蓝天。感觉轻松多了，果然挺有效的。等你再回来得寒假了吧？到时候记得向我传授考试经验。没问题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考试加油！祝你成功吧。哎呦，你俩关系还不错嘛？你从哪儿看出来我们俩关系不错呀？和夏儿和媛儿待久了，多少也能看出点人际关系。一定说好了。啊。那我回去了。哎。端迟聊得那么高兴，跟我2句话就打发了。大夫您好，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找过您的。我还记得的，8年前你和太太带着女儿来的。您记得那就太好了。您今天要咨询什么问题？还是和女儿有关？你先看看这个。都放寒假了，咱晨练的时间能不能晚2个钟头啊？晚2个钟头，街上全是人，跑都跑不开。他怎么在这儿啊？他昨天刚回来，我就叫他一起来了。你们都还没吃早饭呢吧？我买了早餐。给，考得怎么样？所有项目都通过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等最后的结果定选了。恭喜，给你的。谢谢，给。谢谢。没事。你们俩分一下这个。谢谢。就知道小恩小惠收买人心。哎呀。哎，这个是你的。啊。早餐店只剩下1份鸡排了，加鸡排的给你。啊，哎呀，我这谢谢啊，纯送的给你。哎，于哥艳福不浅呀。艳不艳福的，咱们于哥才不在乎。你以为人家于哥像你似的？那个，我给你钱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谢谢。你昨天说有一个关于考试的重要情报要告诉我，是什么？空军招飞复试里有一项最难的转椅测试，你听过吗？转椅测试当然听过呀，主要是通过模拟飞行员在空中的状态来检查考生的前庭神经功能，这项淘汰率很高的。不过，我现场问了几个负责招生的师哥，
他们说，前庭神经功能是可以通过训练提高的，还教了我好几招。什么训练啊？哎，那边的2位嘀咕半天，嘀咕什么呢？让我们也听听呗。都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起来做个小练习吧。又要做什么练习呀？闲着也是闲的。就是一个空军飞行员的小练习，不难的。不是，我们几个又不考空军，练什么呀？对，咱们先学着嘛，万一以后用得上呢，对吧？对。把你刚刚跟我说的跟他们再说一次。没问题，我来给大家讲讲。其实这个小测试呢很简单，首先就是双手交叉，一只手呢摸在头侧，弯腰，另一只手指着地面，然后原地转15圈。摸到那棵树就算成功。是那儿啊？你说的这个我知道，不就是大象鼻子转圈圈吗？哎，这个好玩，我也想玩。芊，咱俩一组。好啊。看我给你走个直线！哎呦，有一些，有一点还可以。你怎么摔了？来吧，上！那棵树，那棵树。咱俩玩。上哪儿去？啊？你跟他玩。你不推我个刀！我哪需要练啊？我10岁就开始开战斗机飞行了。倒是你，好好练练吧，下次别当步兵了，跟我一起飞。你让我跟他练的？我让你自己练。加油！太简单了吧！哎，怎么还作弊呢？行啊！哎，来，让这2位要考空军的给我们做个示范，怎么样？别太容易。我可是通过了转椅测试的，你能行吗？你能行吗？多加10圈。加就加。上！哎呀，韩露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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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露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韩露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汉露加油！不韩露，你怎么也这德行？没事，咱们再来一次。没事吧？8年前，我们带他来找您，就是因为他经常说纸上这些奇怪的词。我们当时以为可能是因为姐姐的突然离世，给他造成了刺激，他的心理不健康。怎么，他最近又出现这种情况了？啊，没有。上次从您这儿走了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提起过。这些年来，一切都看似很正常了。可是就在前几天，
我在他卧室里发现了4幅漫画，画上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些词。我就越想越不对。张医生，你说有没有可能他念叨那些事情，就跟这些画有关系呢？我没见过那4幅画，不能确定他的创作者存在暗示、引导还是其他目的。但我们接诊的案例中确实存在被艺术作品影响的情况。你是说，这些作品会对他有暗示和引导的作用？啊，抱歉，我能问一下，这4幅画是从哪儿来的吗？这4幅画是我过世的大女儿画的。可是我想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给小璐留下那样的4幅画呢？该怎么办啊？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自己跟他过去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咱们这么瞒着他，到底能瞒到什么时候呢？王洛，我是你的同盟者，你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？你不相信我的话，还能相信谁？你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？那个测试，我做的比他们还要差，说明我是开不了战斗机的，可是开不了，以前开不了，以后也开不了。不是，我听段池说，那个叫什么前庭神经训练，你还有1年才考，你练1年一定能过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驾驶过战斗机吗？我真的是5连小队的战士吗？我真的参加过那样一场战争吗？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我怎么会连一个空军小测试都通过不了？我真是想不通，怎么会这样？王洛，我刚才就说了，我是你的同盟者，也是唯一一个保有那场世纪大战记忆的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你就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，对吗？对吗？好，我送你回家，先包扎伤口。如果你把4幅漫画带来，我才能更准确地判断。现在初步推断是您的女儿很有可能患有原发性妄想症，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。精神分裂？原来小璐还一直活在小雨给她编织的幻想里，怕被我们发现而隐藏了这么多年。行，回去好好休息，什么都别想了。我们明天还过来，陪你一起晨练。
你们怎么还没回家？我们不放心汉路，就在楼下等了一会儿。他还好吗？暂时被我糊弄过去了。他说了一些很混乱的话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，也不知道能糊弄多久。宇哥，我们俩想找你商量点事儿。我回来了。少喝点，进屋学习了。你以后能不能别乱进我房间？你找不到那4幅画的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能告诉我吗？小鹿，外星人、世纪大战红莲小队，还有画上被抓走的女孩，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还在相信这些？于哥，刚才你走了之后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，觉得还是得听你的。你们是想叫醒他，对吗？之前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，这件事儿根本不是陪他过家家而已。归根到底，我们是在骗他。没错，而且骗人这种事，撒了第1个谎，就要拿第2个、第3个谎去圆。咱们今天能想办法圆了抗眩晕训练这件事，那明年呢？明年等他参加空军考试的时候，通不过转椅测试怎么办？如果他所说的恒星变暗，过2天就恢复正常的话怎么办？如果他所想的外星人卷土重来没有发生的话怎么办？如果等到他30岁、40岁，直到他老死，韩雨姐都没有出现的话，到时候咱们又该拿什么去圆呢？并且，他也不能一直活在这个梦里。韩雨姐那么爱他，他为什么留下这4幅画？难道真的想让他妹妹变成现在这样吗？我好像突然明白了，我还用在漫画中设计一位同盟者的意义了。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叫醒他吧。我什么也没写，那些就只是漫画上内容而已。那你为什么藏起来？为什么不敢给我看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就非要找到他呀？因为我害怕，我怕你有事儿，我不想再失去一个女儿。这么多年你都藏了什么秘密？你在你写那些破话里面还相信什么？我知道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，但我们必须要走出来，必须要相信。小雨不在了，你别再说了。8年前，我跟你妈在医院亲眼看见小雨闭上眼睛，我们亲手把她的骨灰送到墓地，我们亲手把她的照片
小鹿，爸求你了，醒醒好吗？醒醒，啊！我姐没死，我姐没死。小鹿，小鹿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突然跟他说这些干嘛？小鹿，小鹿，你别跑了，小鹿，小鹿，小鹿，你别跑了，小鹿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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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小鹿他爸刚才发疯，非要跟他说什么小雨不在了。这孩子一激动就跑出家门了。叔叔怎么就这个时候说这个事儿啊？我担心他这么激动的跑出去，别再出什么事儿。阿姨，你先别担心，别担心。怎么一转眼就跑不见了？来，我们跟您一起找，给大家打电话，一起找。我韩露，小鹿，韩露，小鹿，韩露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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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韩露。哈喽，来过你们这儿吗？没有。我在这儿，快走吧。小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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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韩露，我韩露。那个一直在我们身边的女孩，那个被朋友们视为领袖般的女孩，那个仿佛永远不会垮掉的女孩，那个光一样的女孩，消失了。韩露，你怎么才来？到处都是敌人，我爸我妈都是潜伏在地球的间谍，他们一直藏在我身边，想要毁掉我，毁掉我相信的一切。我的心还在变暗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只有你了，我只能相信了。
不安路，因为你是不安路，所以我才会说接下来的话。我不是你的同盟者，你之前一直不敢面对的，不敢相信的一件事儿，才是事实。我不走，我要走，也带你一起走。林千羽，你也是金玉座替信派来的间谍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假装你是同盟者，潜伏在我身边，就是为了在这一刻给我最后一击。林千羽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不是同盟者，我也不是什么外星人，我就只是你的朋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找了半天，没找到，我就猜你应该在这儿。怎么了？姐，你之前求过我一件事儿，现在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小鹿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小鹿出什么事儿了？卜寒路他受到了一些刺激，他开始怀疑99年的事情是假的了。他现在情绪非常崩溃，还把自己锁在了天文台。我去找他。姐，我想求你的事情就是这个，我想求你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。我跟他说了，但是他不信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所以我想求你。姐，你能不能把那个东西拿出来，告诉他一切都是假的？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？他磕在石头上，把自己磕伤了。他跟他爸妈吵架，他离家出走。他还在天文台把我给打了。现在一切都已经失控了，只有你能喊停，也只有你能救救他。姐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这个梦把卜寒路的一辈子都毁了吗？这就是你和卜寒宇要的结果。如果没有这个梦，卜寒路的人生在9年前就已经毁了。你不能这么说卜寒宇。卜寒宇，你就知道卜寒宇。他当时编这个梦的时候，他能预想到9年后的今天吗？